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今日咱要讲的主题是东山火龙果节。这要一开始，咱来先看一个微电影。电影看了后，咱开始讲咱今日的主题。咱知影吼，台湾是一个宝岛吼，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到真好食的这个水果吼。咱台湾的水果是既好吃又便宜，尤其是到每一冬吼，像这个时阵6月份到8月份哦，伊的水果的量上介济，啊，水果的种类嘛上介济。咱今仔要介绍的这个火龙果吼，那么伫咱6月份到11月份、12月份吼，这个时间呢，可能拢会当吼食到这个火龙果啦吼。如果若是靠灯照吼，可能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到这个火龙果吼。那么伫咱台南吼，包括讲东山啦、柳营啦吼，啊，搁有南西这个所在拢有种植吼这个火龙果。那么咱市政府吼，伫每一冬吼，这个8月份吼，都会来举办哦这东山火龙果节。今年的这个火龙果节就伫8月2号啦吼。那么马上望乡亲朋友呢，大家做伙来参加吼。那么今日咱邀请到哦，咱东山区这个主秘张正南主秘呢，要来甲咱乡亲朋友来介绍咱的这个东山火龙果节。这要一开始，咱先邀请吼主秘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拍照吼。主秘你好。你好。好多人讲火龙果哈，火龙果哈很漂亮，红色啊哈。这个火龙果伫咱的这个市面上啦哈，红色很讨喜。我们现在来拜拜哈，好像红果嘛就适合啊哈，因为咱台湾人哈就是很喜欢喜气嘛哈，这个火龙果应该也是很适合哈。不过我的记忆哈，好像小时候我真的没吃过火龙果呢。这火龙果好像是20年我才开始发现它在水果摊上有哈。咱台南哈，像咱东山这个所在，咱种火龙果差不多偌久的历史啊？咱这个火龙果吼，离咱东山是大约是这个2001年的时阵吼，咱引进来咱东山来栽种的。伫倒引进？这次是为国外，大概应该是为越南这边遮。
啊，这个拄啊开始是它10公顷尔，啊尾手吼，就是这个品质吼愈种愈好，啊所以吼变成讲吼，这个大家拢感觉这个火龙果吼来种吼，应该对这个算讲会使改善伊的这个生活啊，所以变成吼这个咱的火龙果的面积吼为10公顷，就要变成差不多100公顷，所以经济价值很高。对，啊嘛非常的这个应用啦。所以咱伫东山家种着这个火龙果的这个农民真多。对。听讲吼，这个种着火龙果好像也不是很困难呐。无唔对，伊的这个应该讲伊的入门不会很困难，也门槛不会很困难。那么应该是讲吼，市场的这个接受度嘛足悬，啊无伊种啊济嘛无人买啊。对。所以就是讲，咱一般的这个民众吼，对这个火龙果伊的迄个算讲，也蛮喜欢去消费去购买这个火龙果啦吼。那么听讲吼，这个火龙果伊的种类足济，有25种。是。那很多种品种嘞吼。啊，咱咧食的时阵吼，当然看到拢安尼啦吼。啊，咱也袂晓分啦。是毋是吼？请咱那个主秘给咱介绍一下。谢谢主持人吼。咱的火龙果吼，大概会使甲大致甲分为3种，3大品系啦吼。第一大品系就是说它是红皮的红肉。对。啊，第2大品系它是红皮白肉。还有第3个品系是黄皮白肉。这个好像很少。对。啊，所以我们东山的主要是红皮红肉。这个是占最大宗。红皮跟红皮白肉，咱底下看拢红色的嘛吼。啊，但是伊内底是红的啊，是白的，我们要怎么样去辨识啊？因为即马品种吼改良甲吼，拢其实吼无啥好分啊啦，所以大概会使红皮红肉应该是迄个比较圆的。如果是比较长形的那个可能就是比较有可能偏白肉啦。但是即马嘛，就改良甲吼嘛是用有那像椭圆形的，切开也是红肉。所以吼，你若是去水果摊咧买的时阵，就是你若看较圆的，迄就是迄个红巴。若是较长啲的，算较迄个有一点仔，可能像椭圆，但像迄个橄榄球安尼，可能就是白肉。但是嘛有可能红的。唔知问头家较对。因为吼，你也别当人切几罐。我要白，这个在红的咧，安尼我不爱买吼。就是咱先问头家，其实头家拢知啦。头家拢知影讲这是内底是红肉还是白肉啦。那么红肉跟白肉吼，其实它口感不一样。甲咱介绍一下好无？咱这个红肉这吼，因为这个咱这个阮东山主要种的是红肉的这个大红，阮讲大红吼。伊这肉就是吼，它就是它的肉伊算较 Q 比较 Q 软。不管你是迄个无喙齿的囡仔，还是讲吼这个无喙齿的老人吼，来食这个吼，拢无困难，拢做很好入口。是。至于说这个那个白肉，这个就比较那个爽脆，它的口感就是比较爽脆。这个部分是在插在这边。一般吼消费者较爱食白肉，还是爱食红肉？以目前的这个市民应该是拢这个红肉较济。咱东山种红肉较济，是因为伊的气候土质，还是因为市场的关系？应该是市场的接受度嘛是这个红肉会较接受。像红肉甲白肉，因的迄种营养的这个成分，敢有相像？有过了无共啦，因为咱这红肉的，伊主要就是讲有一个甜菜红素吼，所以有这个红色的这个天然的这个酵素，这个红素吼。这个白肉伊就无这个天然的酵素，这个甜菜红素这个物件。那么一般的那种营养成分都有，比如说维他命 C 啦，对，花青素啊，这个水溶性的膳食纤维，还有果胶，这个都有。那么就是讲。这些营养素啊，是，讲按食落去了，对咱的身体到底有啥帮助？因为咱这个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加或者果胶，对咱这个肠胃的蠕动因为讲非常有帮助啦。所以变成讲咱讲，
比较排便比较不顺畅的哈，吃到这火龙果哈，真正是变得非常的通畅。所以讲哈，有当时啊，尤其是一寡老大人哈，他们有时候可能就是说，比较他容易有便秘的这种情形哈。那我们用天然的东西，唔卖去用那个加油啊啦，好，又是说用那个什么通便的啦，嘿，对咱的身体有侵入性，有时候加油啊对咱的身体嘛是有伤害啦哈。也用自然的方法哈来帮助你排便哈。那么咱只能用自然的方式，就是讲哈，食这那个火龙果哈，那么也让帮助你排便，而且我看它甜度好像也还不会高到哪里去。医生讲吼，如果那是这个红肉种的吼，伊甜度较悬，你那是白肉的吼，伊甜度就稍微低一点。一般啦吼，咱总会知影啦，这个火龙果的水果啊吼，这几个当食啊嘛吼，它有其他，像我看吼，有人改用这怕这个果汁，果子打起来很漂亮，因为红色嘛哈，很少有这个水果哈打出来是这么鲜艳的红色哈。那么独条公水果来吃，还有打果汁，但还有其他的红色，好像它还可以入菜哦。对，阮这个火龙果吼，阮这个嘛是有加尝试加入菜吼，它可以做这个火龙果的这个烤鸡。烤鸡哦，火龙果烤鸡，还可以做这个火龙果的这个糖醋鱼。这关拢有尝试过哈，还有火龙果的这个那个猪排，烤猪排，那个很漂亮哦。对，用喜欢的就是那个风味哈，也是非常的独特那个也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对。那么就是每一当吼，拢有这个火龙果节嘛吼，就是要帮咱的农民吼，把这个火龙果吼，搁甲泡，伊名声较大咧吼，因为毕竟咱东山的这个火龙果，我知影讲伫咱全台湾吼，知名度也很高啦吼。这个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吼，地书一寡吼，这好像有一些农产品也会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法度外销去的啦吼，还是讲吼，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吼，变成停止因的销售市场基本上拢化为这个叫卖哥办为这个叫卖哥，逐工都伫咧化遐农产品今仔日卖酸啊，明仔载卖滚蛋后日逐项都卖啦那么即马伊是最佳的这个咱的迄个农产品的这个代言人啦对着这个咱的这个火龙果，咱区公所每一档拢会办嘛今年有啥物特色无？阮今年的这个火龙果当阮8月2号这个火龙果节咱邀请咱的市长来到现场嘛，替阮叫卖替我们那个推销火龙果之外我们主要就是说我们把火龙果把它入这个披萨就是做那个披萨风味的火龙果我们会做那个披萨的这个火龙果让那个现场的那个来宾来这个免费的这个试吃品尝之外，我们也会做这个火龙果的，我们会开放那个让民众来登记火龙果的这个自己 DIY 来制作火龙果的披萨就是迄一天。你在火龙果节那几天？对。我们这次是在8月2号嘛，星期日。星期日所以基本都到暑假的这个中间啦如果说家长有等下要给小朋友安排因的这个暑假的这个生活买当来这个所在参加咱这个火龙果节一方面可以吃到好吃的这个火龙果，各自让家己去做披萨寓教于乐嘛大概游戏中学习互囡仔一个丰富的这个暑假的这个生活啦那么咱伫这个东山的这个火龙果节一天8月2号这个活动内底有什么内容？咱这个火龙果节在8月2号，我们会跟那个我们的东山区的这个摩安父亲的表扬，我们会合并的这个举办这个主要就是我们当然我们还有做一些文创市集，我们还有现场有一些文创市集的摆摊这个部分就是如果消费满250的话就可以免费的兑换一个这个仙人掌的一个盆栽，一个精美的盆栽。好。那么咱若是讲这个火龙果迄天去参加啦当然有时候我们能讲有食有掠先到去算嘛附近阮知影咱台南市就是迄个知名的这个旅游景点很多嘛咱在东山家就是说我们可以玩一玩，还可以去哪一些地方？
哦，这是阮东山吼，就是这个东山的这个头有名的，就是东山鸭头吼，嘛是伫这个公所附近尔吼。啊，东山鸭头遮算规条街吼，这个东山鸭头，啊，搁咱的这个东山的这个肉丸，哦，啊，搁这个东山的白骨酥，哦，啊，搁这个日喜豆花吼，这拢是伫公所遮附近尔，啊嘛是拢非常的做有名，啊非常的好食。是啊，咱东山啊吼，咱知影吼，东山毋是较敢若迄个火龙果啦吼，咱东山以前做有名就是咖啡啊，是。啊，东山遮有正经经，咱即马遮有做侪经经啊吼，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这个东山的经经吼，这算讲嘛是咱全台南这产量第一，也是全台湾产量第一的。啊，咱这个经经吼，伫咱这个立秋的时阵吼，就开始迄个大量的采收吼。啊，这个部分吼，嘛是欢迎咱这个消费者会使来东山吼，来采购咱的经经吼。啊，咱咖啡吼，伫咱这个东山的这个175咖啡公路遮吼，嘛是有这个20几间的这个店家，咖啡的店家吼。啊，算讲这个东山咖啡吼，算讲这算非常的有名。吼，啊，咱这个消费者吼，拿来这个火龙果节料，买赛去175吼咖啡公路来品尝一下我们在地真正的东山咖啡。啊，咱知影吼，迄个有经经就是有经经干，吼，啊有迄个龙眼蜜，吼，这是龙眼蜜嘛，吼。龙眼蜜就是讲一般吼，人家好像市面上都会教人家怎么样去辨识啊哈，因为龙眼蜜是迄个算讲做天然的一个饮料嘛哈，咱今晚哈大家拢做爱食饮料哈，饮料哈哇，它是各式各样，而且哈那个价位还不便宜呢哈。但是哈这种天然的哈，应该对人的形态，像我们有时候饮料里面泡了很多的果糖哦，这些果糖呢，假如咱的身躯内底不一定能够代谢掉哦啊，果糖吃太多，累积在我们的肝脏，会变成脂肪肝哦。那像这种就是讲天然的这个龙眼蜜，好，就是说，它的这个天然的这些糖分啊，哈，对咱的身体的东西，较无遐尔呐有较大的这个伤害啦，哈。那么咱若是讲吼，要去辨识啊，这龙眼蜜，好是真的假，因为哈，我们常常在市面上看到说有人买到假的，然后说实在，我们都不太会去辨识。像我们那个主秘跟我们介绍一下吧。因为阮东山的这个经经吼，算是这个种植面积算是全台湾统济啊，所以伊的花经经花期你开的时阵，哦，这个咱的蜂农吼就会把那个蜂箱移植在那个咱的龙眼树下啊，所以吼，在这个我们东山的这个东山所产的这个龙眼蜜吼，绝对是100%的这个那个龙眼花的蜜，好啊，所以说如果消费者想要采购的话，怕说遇到那个可能有掺杂一些果糖啊，或者一些国外的这个蜂蜜的话，就是可能要向我们的农会的这个去采购，还有我们东山有一个那个东和蜂这个蜂蜜工坊，这个就是有认证过的东和蜂。所以你就是直接去甲农会买啦，是去较正版的迄个商店买啦，吼，咱卖去旁门左道吼，去黑白网络上购买。有时候因为网络上买的物件不一定是就是有纯呐，吼，有些是讲去买的迄个仿的迄个龙眼蜜啦，吼。那么在除了讲你开钱吼有那些浪费以外吼，有那些食落去个对身体健康无帮助。因为伊有可能加这个泰国的嘛是龙眼的蜜来加，所以变成讲无遮尔好分辨。算讲伊我知影，算讲伊迄嘛是蜜啊。是，毋过泰国的蜜无咱台湾的蜜较好。咱台湾的这个龙眼蜜足香的。啊，你泰国嘛是有经经啊，伊嘛有经经花啊，所以伊嘛有经经蜜。啊，所以嘛有可能迄个较不肖的厂商，伊就是较俗嘛，用较劣质的。对，啊，所以所以嘛是爱甲这个这个咱这个农会比较有认证的这个机构来采购会比较好。所以咱若是惊去买唔对，其实咱就是直接甲农会买啦，还是讲，而且我们农会的价钱应该嘛做公道的呀，哈。我知影讲好像产季如果那个销量就产季很多，咱的迄个
蜜的生较济，对那少的时阵，那个蜜的价钱就会贵很多。今年算好算怎样？今年的龙眼蜜价钱差不多。也是差不多啦，无做管的嘛，无做低，也是一般普通的迄个价钱呐哈。但是旧年就是龙眼花拢无开，所以旧年几乎就是无这个龙眼蜜啊，嘿。哦，旧年就足贵啊。对。龙眼吼，我就蛮想到，因为龙眼蜜呢是讲咱安尼买等于了后，我们都不开封，它可以放多久？你若无开封吼，其实会使下几来当拢无问题。哦，是哦，因为我想起来，我朋友送给我很多瓶啊，有时候喝太多喝太久就放着，都忘记喝就一直放着，一直放着，只要不开封它不会坏掉。对。所以咱若是就是讲买等于了后我们把它保存好了随时它可以冰在冰箱里面吗？我们都不建议放冷藏，常温下就可以了。可是如果开过了，也是在常温下。可是开过它应该如果没有赶快喝完，会不会很容易就坏掉？不会啊。是哦。对。我等下看我到遐蜂蜜有歹去吧，因为有时候人家送很多，当然了，一开始好喜欢喝，可是喝酒会腻。喝酒会腻的时候就不想喝了，放着就忘记。我们今天介绍，就让我想起来，我到个布拉管底下的时候，我怕它坏掉了因为这种东西说实在的，你如果没有喝到，也是很可惜的那这个是什么？这个也是咖啡吗？对，这是我们的那个滤挂式的耳挂式的咖啡。这个是果酱对，这个是那个火龙果的果酱。火龙果的果酱。那很漂亮呢对。所以，有人用草莓就是说冬天的时候吃草莓果酱，夏天的时候吃那个火龙果的果酱因为吃到时的物件比较健康啦，个比较营养啦像刚刚我们讲到火龙果我们有讲到说它灯罩的时候可以让那个火龙果的迄个产期更较长。现在有些水果因为咱改良的关系，像以前我们吃西瓜咱弄到夏天才能够吃西瓜，可是现在好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西瓜迄就是咱有改良还有用一寡技术去增加伊的这个产量啦你也像迄个这个火龙果我不是专家，我是听迄个农粮署署长讲的，他说我讲的迄拢是农粮署署长讲的，我把它抄起来而已。然后他说。这个火龙果它好像如果灯罩它可以延长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火龙果。这理论上是可以一年四季，但是其实它真正的产季的话，大概是5月到12月，是也这个火龙果也这个季节。你若12月以后就是日照已经变短了所以这个时候火龙果就原则上就比较没办法都。所以你要吃的时阵嘛，是爱利用5月份到12月份这时阵是产季啊咱若吃到时的迄个食物啦东西伊到时较好吃。对。而且到时的物件嘛较俗。是。你若唔是迄个到时的时阵，你买的时阵拢加足贵的。那么咱就是讲东山啦加咱帮这个农民推广咱的这个火龙果啦，还是讲咱这个农产品啦有就是讲农民当然伊较敢会晓踮在市啊卖会晓踮迄个店啦人个迄种水果摊卖啦那现在都很先进嘛基本上大家拢走去网络咧卖咱的这农民有的可能年岁较济，他连电脑、网络他可能都不会操作咱是不是迄个区公所才会甲因斗相共？因为阮东山的这个火龙果大部分拢是小农居多啦所以因即马就是算讲。咱东山农会嘛成立这个产销班所以伫咱东山农会这个网站嘛拢有这个小农的这个资料啦个伫咱农粮署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生产履历的这个网站只要打进去东山区也是会把我们东山的小农的这个资料都会
包含把它电列出来话跟名字都会列出来。啊，那个消费者就可以直接比较安心哦直接打电话给小农来采购，这买菜。因为起码吼有这个生产履历的时阵吼，咱的这个民众在消费这个水果啦，是讲农产品哦，那我们都知道它的出处伫倒，哦，生产的是啥物人哦？那么咱主人顾了后，咱就知影讲，这个小农哦，伊卖的这个火龙果，不错，很好吃哦。那么我们有。咱就讲，咱在买的时阵会找老主顾嘛，吼，咱会去找咱较固定的迄个厂家，有阵时安尼比较有信用嘛，吼。啊，咱透过吼，咱这个网站内底甲咱的小农伊的迄个资历啦，吼，拢甲伊列进去。啊，咱的民众因为即马足侪人少年人，啊，少年人吼，他们习惯在网络购买，哦，啊，咱去网络购买的时候，咱就当甲咱买这水果啦，像这火龙果吼，啊，从这边一一了解，哦，它的来源是哪里哈啊？咱在买的时阵，后摆啊有一个信用的时阵，我们就可以哈去这个地方哦网站家己去订购嘛哈啊，唔免一定要去菜市啊。我看今麦做些少年人是无要去菜市啊哈啊，水果摊开也很少去啊哈啊，直接从网络去叫哈就很方便啊哈。那么今日感谢咱这个主秘啦哈，最好咱主秘跟我上有会跟咱乡亲朋友讲。咱这个8月2号吼，这个。阮东山的火龙果节吼，咱是为这个上午这个10点到这个下午的3点吼，啊，欢迎这个咱各位乡亲吼，各位观众吼，然后迎来咱东山吼，来这个买阮的这个火龙果，啊，来阮食阮的这个营养吼，啊，啉阮的咖啡吼，感谢大家，谢谢。那么咱市长到时嘛是会过去做叫卖哥。是啊，伊最近迄个。甲咱的迄个火龙果也有去帮忙推广嘛。这个我是有听讲，就是咱有希望讲咱这火龙果吼会使外销，处理这个去日本也好，还是去这个去这个加拿大这边吼。啊，目前即马这个部分是好像还在作业当中啦。咱台南的部分，我了解的是。还没有那个。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是以国内的市场为主。对。好，未来咱的计划就是，销去国外。是。好，销去你讲倒一个国家？加拿大。那个日本。哦，若是讲吼，咱即马咱台南东山的这个火龙果啦吼，咱销量是讲嘛是以咱台南为主嘛吼，啊，其他的管区也是很受欢迎嘛。对，因为我们火龙果的。这管道的话，我们还除了这个，台南市这边，我们也是销到那个北部，北部这边的这个1期、2期这吼，都会卖到那边去。是。那么咱今日吼讲到这个火龙果啦吼，咱当然是一个真好吃的这个水果，而且它很喜气，它是红色的，很漂亮啊。搭配吼，咱阁有其他的这个农产品啊，吼，咱伫即届这个火龙果节8月2号吼，啊邀请咱的乡亲朋友大家来到咱东山区的这个，它在哪里啊？伫阮公所的头前的广场。公所啦，吼，啊，所以咱民众若要去的时候，要安怎去？咱这个会使这个，咱若开车的话，咱就为这个。咱若是这个北上吼，咱就为这个柳营交流道落来。啊，咱若南下就为这个白河交流道，都方便呢。那它是早上还是下午？我们是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3点。所以你就是吼，咱这下是去这个所在吼，参加咱的火龙果节是说呢，好不好？你也可以顺便吃到我们多喝这个营养嘛咧。3期嘛哈，我们也可以马上吃到我们新鲜的这个龙眼，然后给咱这样那丰富的这个农产品在这边介绍哈，感谢咱主秘嘛，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我是婉婉我们台南向前行，下次见。